今日嘅主題第二子的名分，請大家來讀這集嘅經文，有所指一章5節，當作者開聲來讀。又因愛我們，就按照自己的意志所喜悅的，而定我們藉着耶穌基督的兒子的名分。神都通是一種關上了人，愛使人得兒子嘅名分。得兒子的名分，原本嘅意思就是收納、收養。可以雙嘅釋腳來用，就是先收納人成為伊嘅兒女。華人收養囡囝，多少是因為妻兒無子，想愛滿足家己做父母嘅心願，也是為養老養子防老，就去孤兒院來開精挑細選，選一個聰明可愛、無長長嘅小囡囝。這其實是以自我為中心，針對基督徒受聖經嘅影響，收養長節嘅囡囝，應推動性收養嘅真理，為在人忘記許多罪惡過放蕩，被魔鬼弄黑了心眼嘅罪人，先經收養這三樣長長嘅樂嘅話。因此，基督徒收養囡囝，唔是去找我愛嘅囡囝，就是因着神嘅恩典，我要活出我是被神收養嘅兒女，去照顧另外一個神愛我收養嘅兒女。清楚了收養嘅真理，咱就開始謙卑落來。咱本是養離神嘅孤兒，無神無盼望。親愛嘅天父，從痛苦敗壞嘅世界來幫收納了我，這是到萬事以所嘅預定，更關雙人接觸不配嘅罪人，這正是恩典。聖經甲咱講，因伊愛人。請咱再來讀這集嘅經文，有所指一章5節，當作者開聲來讀。又因愛我們，就按照自己的旨意所喜悅的，而定我們藉着耶穌基督的兒子的名分。請咱來默想這段經文之後就祈禱。